统一企业慈善事业基金会长期关怀偏乡的学童，甲着新种早疗的机构，伫今年母亲节进前，结合集团内部，包括统一企业、统一超商等5间企业，以及着外面5间企业来结名，总共10个赞助团体，邀请着基金会近年来赞助的早疗中心的儿童，甲着母亲，提前来欢度母亲节。我们觉得说每年会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，原因是在于说，因为节日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，像在母亲节这个时候，那么我们希望说能够将大家齐聚一堂。那因为今天所参加的单位是我们所赞助的一些早疗的单位，那我想我们今天不只是要庆祝母亲节的活动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代表我们这些团队的同仁们，来感谢这些妈妈们平常对我们这些独特的天使。他们的无私的奉献，还有作为他们一个极力的后盾的表示我们的敬意跟谢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特别的安排了大概有7个闯关活动，还有我们 Open 节的表演，还有 DIY， 还有我们这些学童们的才艺表演等等等，将这样的时光，然后归属于我们妈妈跟我们小朋友，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午后的时间，能够共同的度过一个母亲节前夕的一个快乐的时光。现场邀请的有玻璃园儿童发展中心、台南市私立德兰启智中心、嘉义县市的早疗中心，甲着高雄儿童发展协会，总共将近400位来参加。现场伫统一Open奖的带动下，甲着小朋友来互动，为公益活动带入最高潮。现场除了有亲像小朋友喜欢的Open奖的带动，另外还有闯关的游戏、疗愈的体验、温暖的手作 DIY， 甲着眼科的义诊、检验等，希望能借此来舒缓妈妈照顾儿童的辛苦，甲着压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